屆西北選區嘅選舉啦，希望得到你嘅支持。過去一屆我哋喺立法會堅持本地人才優先就業，持續完善人力資源政策，多管齊下釋放本地。呢個外勞嘅問題啊，有政府反應啊。一定係啊！而家你之前咧冇身份證話黑工，而家咧冇事冇身份證，歡迎你送俾你2年嘅身份證過嚟同香港人爭法。特別係餐飲運輸行業。係啊，知道啊。係工聯會。所以靠你哋啦。我哋最近就通過咗個議案嘅，就要求政府咧係全面收緊個政策。就係你哋工聯會應該呢個事啊責任最大㗎啦。我就先喺度。唔該你哋啦。我跟市民要支持我哋，表達大家聲音，係關注嗰個勞工問題。支持啊！投票支持我哋，就係對政府最大嘅聲音，係嘛？我哋最關注勞工嘅。而家咧好多公司咧講大話，話人手不足，跟住咧其實咧佢留低一個紅區嘅唔請香港人。係啊，或者咧請到外勞之後，即刻揾咗本地人。冇錯。過去一屆我哋喺立法會，唔該你哋啦啊！多謝優先就業，持續完善人力資源政策。呢個新疆屯門元朗。